青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家业呢？啊，我把它支开了。我想亲自给你做一顿早饭，煲一碗梨汤。祁连山应该没有梨吧？你从哪儿寻来的梨？我早起去人间买的呀。你大伤还未愈，就帮我……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汤的做法特别复杂。虽说可以用灵火诀来控制它的火候，但是呢，这毕竟是咱们仙家的方法，还是要讲究人间的做法，文火慢炖，慢炖，慢慢的炖，炖得它又酥又软，方才好吃。差不多好了吧？尝一下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觉得煮好后还不够，还得再加点火候。何方鼠辈，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！哼，想不到妖界的紫月妖君竟然和青池宫勾结。既然来了，便给本尊留下。不敢出手，怎么？怕本尊认出你的身份？如此强的灵力，你在这等我。是你，本尊不去找你，你倒出现在本尊面前。如今的妖神，本君何惧之有？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青池宫？白绝？不，他不是白绝，他只是青木。